快咧，就到咗今晚音樂會嘅最後一個節目，就係嚴冠偉老師最受歡迎嘅作品《新霸王別姬》。不話說楚漢相爭，西楚霸王項羽喺九里山中咗漢軍10變埋伏之計，被圍困於垓下。當兵孤糧絕、四面楚歌之時，不禁慷慨悲歌，又對住身邊嘅虞姬話：如係如係，奈若何？即係話虞姬啊虞姬，你話我應該點做好呢？此情此景，虞姬又會點樣回應啊？今晚好榮幸咧，就請到著名文武生，亦都係歌曲嘅原唱者龍貫天先生，可怕著名花旦蔣文端小姐，為大家演唱呢首咁受歡迎嘅歌。龍貫天先生係資深嘅粵劇名伶，2021年獲藝術發展局頒發一個藝術家嘅年獎，又先後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發 MH 榮譽勳章同埋 BBS 銅紫荊星章嘅，現任八和會館主席。蔣文端小姐咧係國家一級演員，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，第25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，以及係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承人。好啦，咁啊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請出阿旭哥、龍貫天生同埋娟姐蔣文端小姐。今晚指揮嚴官發老師，有請。為大家表演《新霸王別姬》。
十遍賣弄奮力逃離羅幕紅火仗，的陣劍都話錯，橋手火林天福古玉輝兵來也將眼可謀，義氣冠乾坤宏圖難絕，我西也。楊一年孤追麻藥喜得見如打機，無話回來了，大王回來，大王請坐。大王，你今次歸來似有不樂，我這裏早已備得水酒，且大王同飲幾杯呀？如此說，拿招來。大王啊！人生太事是難得的，且來共醉瓊漿
長。好一派青秋光景啊！清輝照人看，滿地遍秋霜。
華耶西，巴同野馬。今日被困垓下，你亦無用武之地。哎呀，我罪！即使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你也知道，不得阿思。
上我心中之志志相佳烈，怎可招夾手無情夫消散的波。願憑你寶劍助我成威助，一曲助起助。令我看最堅氣，三軍盡杯向，背後只中他眼中淚光數點星散威怕，一得用血交鋒他定義不堅解，為受我阻住。看眼前局勢亂，切莫再迎防。強壓悲傷，拖短會長。此際中自渺茫，禱告天天正念，作寶劍毫光拍翼，願得脫解我願望。三滴血盡中無大王。哎呀，元基，元基！熱血灑襟上，滴遍峨眉羅上，交顧悲痛萬狀。哭訴蒼天不該動縱，便使中讓元基，元基。錯過我聲前向，似禮和報國公期望。成敗寇，怎可再還家鄉？愧對鄉親輩，收殺氣短一行錯。大王，如既一聲，不無後顧。
今晚嘅節目咧已經全部演出完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不如我哋請出今晚嘅表演嘉賓再面同大家見面好唔好啊？首先請再見嘉賓有陳志偉先生、志偉哥，有李婷婷小姐。請李婷婷小姐，有演唱《林春嬌雲會沙塵廟》嘅詹浩夫先生同埋朱小冰小姐。剛才演唱《新霸王別姬》嘅旭哥龍貫天先生、蔣文天小姐係咪？再演出場啦！最後請出音樂會嘅客席指揮嚴寬發老師。多謝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特別要多謝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工作人員嘅鼎力支持同埋協助，使到音樂會能夠順利完成。更加要多謝大家嘅光臨，支持宏光鋼樂團嘅演出。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晚安。